有位呢好有心嘅朋友問我，見到咁多人已經捐錢捐物資做義工，就開始問自己，其實仲有啲咩可以做呢？好想喺呢個亂局入面呢都出一分力喎。做咗以上嘅嘢，當然係好值得感激啦，因為你係即時性處理災民嘅需要啊。但其實關心社會呢，係要根據自己嘅能力啦、資源，包括你嘅專業甚至性格特質，都係可以轉化你嘅力量㗎噃。大家不妨諗下你自己咩專業？譬如有啲揸貨 van 嘅司機啦，佢哋咧會義務出車，係幫一啲災民送物資；亦都有隱形眼鏡公司咧，提供一啲隱形眼鏡俾一啲需要嘅災民用。如果你一位教師，上堂之前，你會唔會考慮同啲學生做一個呼吸練習呢？而其他人都可以透過網絡世界發放一啲正向有用嘅資訊，例如一啲安撫人心嘅說話。而一啲好慘情嘅畫面咧，絕對唔需要再分享噶啦。其實每一位專業，每一種性格咧，都有佢獨特嘅價值噶。不過都提提你，關心社會之前咧，第一步係啲咩啊？第一步一定要去關心自己先。你自己咧，你嘅心、你嘅身 OK 嘛？有時照顧好自己咧，已經係幫緊個社會噶啦。即使你呢刻需要暫時要休息都 OK 噶，因為當你狀態好有光，先有能量去照亮隔籬嘅人啊！特別係當我哋好關心個社會嘅災情嘅時候，最近你身邊嘅屋企人呢，你有冇關心下佢哋？你返工嘅同事呢，你有冇關心佢哋啊？當你關心身邊人嘅時候，記住唔需要講啲大道理喎，你最真誠嘅關懷、最溫柔嘅陪伴已經好足夠噶啦，唔需要逼對方呢即刻要好返噶，只要跟住佢嘅節奏。用心陪，用心聽就可以噶啦。最深嘅安撫呢，從來都唔係講技巧，而係你同佢臨在啊。最後有能力嘅你，當然係可以落地咁樣幫呢個社會啦。但係前提係記得要好好關心自己同埋你身邊嘅人。祝福大家。